主后2026年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圣神顶头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翰福音》第3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3章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，名叫做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领导者。有一暗，这人来见耶稣，讲：“rabbi，阮知你是上帝差来的教师，若毋是上帝同在，无人会当行你所行这的新约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定出世，就袂当看见上帝国。”尼哥底母问讲：“人已经老，哪会当定出世？兼讲伊会当搁一遍入去母胎来出世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出世，就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圣神生的是心灵。毋通因为我讲恁着定出世来奇怪。风要吹去倒位就吹去倒位，你有听到声，毋过毋知伊对倒位来，对倒位去。逐个对圣神生的嘛是安尼。尼哥底母问耶稣讲：“即款代志哪有可能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，连这都毋知哦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阮讲阮所知的，嘛为着阮所看到的作证。毋过恁毋接受阮的见证。我甲恁讲即世间的代志，恁着毋信；我若甲恁讲天顶的代志，恁哪要信？对天顶降临的人子以外，无人捌上天。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嘛一定着安尼受举起，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上帝连伊独生的囝都赐予世间，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间，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信囝的人未受定罪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一的囝。上帝审判是安尼：光进入世间，世间人较爱黑暗，较无爱光明，因为因的行为邪恶。做歹的人拢怨恨光，毋接近光，安尼伊的行为才袂露现。毋过，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，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坦上帝来做。对圣神顶头生。犹太人的领袖尼哥底母来找耶稣，伊是严守律法、伫信仰生活保持纯洁的法利赛人，也是拥有信仰权威、备受尊重的犹太人公会70位核心人士之一。不过，尼哥底母感觉家己还有无够额的所在，因为安尼私底下加条点暝死来找耶稣。伊一开始就对耶稣所行的新约表示肯定，因为有上帝同在，才会当行新约。耶稣随时回答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定出世，就袂当看见上帝国。”新约
的确是对上帝的权能来的，但是人搁较需要的是对水和圣神顶头生，才会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安尼，人会领受圣神的内住，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，伫行为、气质具有模式，佮亲身经历圣神充满了后的改变。尼哥底母教示人爱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来得到救恩。若是耶稣教示人必须爱对水和圣神顶头生，才会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人顶头生了后，才会当看见上帝国的实现。用肉身的经验来讲，一个已经成长到年老的人，无可能搁再进入老母的腹肚来重新出世，因为安尼，尼哥底母互伊的现况和理解局限。总是耶稣教导的顶头生，是对水和圣神的顶头生，也就是属灵生命的顶头生。对悔罪开始，进而互圣神内住。整个过程是来自上帝恩典甲能力，拄亲像彼得伫圣神降临的时宣讲的信息，着悔改。逐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。人今世的生命，对出世开始到结束，生老病死的过程，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，笔者伫无会中经验上，深深感受到人伫病老的过程中，身躯、心理、灵性拢承受真大的磨练。特别伫年长者的身上，因会认知到年老时期确定个人丈夫的境界已经受局限。人到年老，任何用家己做中心的奢望，身体健康、财富、成就、名声，拢渐渐远离，敢若老得无力感的感叹。年岁悬的伫破病的时，往往搁较容易联想生命趋向死亡的过程，因为安尼帮赞年老的信徒坚持信仰，直到确信进入永恒生命，这是牧者和教会非常重要的服侍。年老的时期，无应该妄求进化，期待新热医治带来肉体改变。无论年龄也是健康状态安怎，年长者的生命也有上帝的形象，具有尊严甲价值。教会对身心困苦长者的安慰关怀，会当互因感受上帝疼甲同在，互因伫晚年继续活出信仰，深化祈祷。人若理解年老的属灵意义，灵性会搁较成熟，信仰搁较深化。年老的时，无应该局限外在改变，是爱伫圣神内面顶头生，互圣神引带，咱伫愿望中忍耐、调养、永生。默想，顶头生为人带来永恒生命的愿望，这对我有甚物意义？顶头生为人带来永恒生命的愿望，这对我有甚物意义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我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罪得到赦免，搁领受你所赐的圣神，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得以活出生命的新样式，
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